在咧新闻来关心岛警的消息，岛警经过20年啊，全台湾依然有这个400万户的老厝、旧厝，在这个危险搁老建筑内面的海沙厝的中间，因为是真紧急，不过这个作业的天数是有够久，公权力无度介入，推动的进度当然是有够慢。可能乡亲嘛会问讲，政府敢无度强制介入？岛警是安怎会这慢？来看今仔日真相急先锋。就是他那个屋主的太太那天在煮菜，就突然崩下来。他们当初因为是用木板，所以他们也不晓得上面的剥落的状况这么严重，震度呢一个比一个大，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生活在非常大的一个恐惧当中。当温暖的厝面临随时可能崩解危机。住户的安全，什么人来为因把关？楼板大概就是下层的这个混凝土整个摊下来，然后那个钢筋，楼板的钢筋有的是那个钢筋已经锈断了，那都是呈现那个黑色的。我们这里啊，刚刚林建的那边大概30户，现在已经有10户不住这里了，因为不敢住。敢想会到，这真正是住10几栋的厝。那位一整块剥落，那表示他当初他的那个氯离子成分就很高。天棚几片落落来，更紧露出几层楼像一座废墟，对厨房、困房到客厅，人工拢变形。因为天花板它一直掉，但你想想看，楼上的人是地板，那个地板就变成越来越薄哦。对。有一天你就是从楼上掉到楼下。光点面行不得了，这真正是天塌落来，这基搬行更紧，靠控制力勉强挺掉咧，楼顶楼骹天崩地裂，这楼层亲像被轰炸过同款。碰到比较大的地震，大家第一个反应都会觉得说，我是不是应该赶快跑？这栋厝龄34栋的老公寓，在民国95年就被确认是海砂厝，检验报告显示氯离子严重超标。依据在郝前市长任内提的老旧公寓的一个都更专案啊，容积是有2倍，我们在5年前提出这个申请，可是到目前已经差不多5年的时间，我们连容积都还没有审出来。高警审查定数复杂，发现证据，住户人心惊吓。根据统计，台北市地管的海砂厝57件，3642户；新北市有86件，3471户。2006年中央推动维诺条例，只要认定是危险建筑，或者厝龄超过30栋的老旧建筑物，无电梯乃至2大标准，得到住户100%的同意了后，就会当申请核准发照加速。但是为什么事关人命改革所这么办？建商要看个案，这个要考虑的除了容积奖励额度之外，要看整合的容易度。如果整合要100%的话，那建商他会考虑10成，是不是能够忍受？还没有同意的地主，想必会有相当多的原因，要沟通然后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都更程序相对会比较复杂的主要原因。外面砖墙落来去惊到1楼的住户，拥戴真危险，建筑外围已经有施工的威力。这是新北市5个海砂厝。那脱落其实真的蛮严重的。对啊，就是这样，没有人敢住，没有起步啊。光过5月施工，即马线拢无进展，因为分配协调无成，工程卡关，顶下户问题歹处理，想要中介遥遥无期。香港跟新加坡的情况就不太一样，去找估价师来估价，是说你的房子的价值是多少。那如果法院最后判定权利对于受到保障，那他就是可以强制去进行拆除。凤安全国厝龄30栋以上的主体超过410万户，10栋内楼厝增加超过200万体。当都更的速度对袂到厝变老，居民只会当继续住伫危楼的，用生命做交度，等待政府看到因的需求。